哦，修道一定要有主，一定要有主。为什么有主？因为有主的话，天神甲恶魔甲我的清楚。天神要假恶魔，假袂到；但是恶魔要假天神，足简单。所以讲，咱来了解，恶魔咧假这个天神，迄个上顺的、上好读、上甜的、上如意的、上安怎的，要爱小心。所以讲，这咱要注意者。所以咱修完道一定要有迄个霸气，然后咱就要参考以上的。即摆咧人讲咧小马做这，为咱参考以上的咧，对人去咧调山，结果7条8条怎么调不山？啊有人对人去看伊7条8条都用过，知影人在对人去。所以咱要知修道爱付出，爱修道修心，迄个主爱。所以讲，人拄着恶魔要假天神，只要你有主，你就袂做怪。若你无主的话，天神是无可能假，天神假袂。恶魔要假天神，假较足钱的。必须你要有主，主较有地位，无良迄个主无地位啊。而且我简单做报告，最后就来谈，是那个讲法是。